闪动，耶和华日子将到，光明将出去黑暗，因为神的复兴将来到，我们要看到神的荣耀。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生命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安，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撒母耳记上第31天的共读。今天早上要请牧宣总干事来带领我们大家做开始的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是我们满心的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将一大早的时间分别为圣出来读你的话语，聆听就是你要在话语中得到要告诉我们的智慧跟启示，这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以下时间可以有满满的得着。我们将满心的感谢祷告，奉圣名祈求，阿门。阿门。好，谢谢。我们昨天从撒母耳记29章看见大卫他也做好了准备，要跟着非利士的军队，那有5个城5个酋长，那他们的有100人有1000人的这些军长，那要去攻打以色列的军队，也就是扫罗的军队。那但是在这个路上集结到亚佛的时候，非利士人对大卫的顾忌，那在这边展现出来，因为非利士人还是非常惧怕大卫的名，那他们更怕大卫在阵前倒戈。但是亚吉王对大卫还是完全的信任。那在这群非利士将领的坚持底下，亚吉他就释放大卫平安的回去，不用参加这场的战役。那这背后也是出于上帝的手，因为上帝要解救大卫的家，那也是我们今天要读的30章，但也看到明天的31章是大卫也要借着非利士人来除灭扫罗的家。好，那我们来读今天的30章。那先请牧宣带我们来读30章的第1节到第6节。2天后，大卫带他的部下回到喜哥拉，亚玛力人已经侵入犹大南边，进攻喜哥拉。他们烧毁城镇，把所有的妇女，无论贵贱都掳走了，只是没有杀人。他们走的时候，把所有人都带走。大卫和他的部下一到，发现城被烧毁，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带走，就放声大哭，哭到精疲力竭。大卫的2个妻子亚希暖和艾比该也被掳走。现在大卫陷入窘境，因为他的部下丢了儿女，都非常痛心，就威胁大卫要用石头打死他。但上主他的上帝给他勇气。好，那2天后指的呢，就是指29章的最后面，大卫和这个非利士的军队，然后开始离开。好，那他们又从亚佛北边又要回到他的南边。好，大卫从亚吉王得到的一个栖息之地就是喜格拉。好，那所以这一段去集结的路呢，也大概要走2天的路程呢。那甚至是到赫本是说第3天，那这样换算下来，1天大概都要行军30公里。那大卫到了喜格拉，就发现他们的家就是喜格拉被亚玛力人洗劫啊。好，那亚玛力人呢，在27章第8节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大卫呢为了取得亚吉的信任，去侵夺了亚玛力人。那很有可能就是亚玛力人又回来报仇，报大卫的仇。所以不是大卫所做的每件事情都是一定都正确。那所以大卫也接收到他当初去洗劫别人，好，那现在换别人来洗劫。那
而亚玛力人也是扫罗，好，那他也曾经跟亚玛力人来征战了，好，那6个战役的当中，好，最重要的一个战役，但是扫罗却在跟亚玛力人，好，他把亚玛力人的这些上好的牛羊都留了下来，那也造成扫罗被上帝厌弃的致命伤。那大卫回到喜哥拉，好，发现他的城里面的妇女还有大小都没有被杀，但是被带走。那意思就是被掳为人质，或是呢直接被掳走，好，那成为别人的这个俘虏。战俘，甚至呢，连这个喜格拉城呢，好，都已经被火来烧毁。所以连大卫的2个妻子也被掳走。所以这一个军队呢，他们跟随大卫好那一段时间，但是面对他们的妻子儿女都被掳走，大家都放声大哭，甚至圣经还描写哭到精疲力尽，那和本是写直到没有气力在哭就是哭到连哭的力气都没有。那所以这个形容也是很对照，很强烈，就是这群都是战士或是跟随大卫的勇士，但是面对自己的妻儿，那他们嚎啕大哭。那大卫在这样的情形当中呢，是非常的担心了。好，那从这地图上面可以看到喜格拉到他们集结的这个到加特城，好，然后再到这个地图最北边的雅佛，好，那他们大概花了2天到3天的时间，好，回来发现从南边来的亚玛力人，好，把他们喜格拉都洗劫一空。那大卫在这样喜格拉的名字之前有说叫空水池或是流动，但是它有一个名字叫做在悲伤中所以这个喜格拉也现在都陷入在悲伤当中。那大卫呢，他的心也非常的焦急，甚至他陷入在一个窘境，就是他自己的妻子，甚至妻子所生的孩子也被掳走了。但是呢，现在呢，他的百姓，那这些百姓呢，我们从后面继续看，这些百姓应该不是这些跟随他的600个人好，而是喜格拉的这些居民，好，当地的居民。那他们也非常的痛心，甚至威胁大卫，说要用石头打死他。好，所以为什么把这个过错怪给大卫呢？那就跟前面的27章，大卫为了取得亚吉王的信任，去攻打亚玛力，可能有关。那但是这里大卫的反应呢？说上主他的上帝给他勇气不过和合本翻译是写大卫却倚靠耶和华他的神坚定自己那所以大卫的勇气不是只有去面对这些喜格拉的居民大卫的勇气是在他最脆弱最无助，或是说比当初他从扫罗的手中逃出来，那这样被追赶，好，那从诗篇当中有这么多的这个描绘，但是呢，他现在连他的百姓也都来反对他，好，那所以压力非常大的时候呢，好，他却是用依靠上帝来坚定自己好，那对照扫罗在走投无路的时候。那也是扫罗在扫罗在求问这个占卜的和这个卑女的时候呢，那扫罗他的反应呢，却是去交鬼在28章的时候，扫罗去求问女巫，所以2个人呢的对照呢又很大的不同。好，那接着再请牧轩带我们来读第7到第12节。大卫对亚希米勒的儿子亚比亚他祭司说：“把以弗得带到这里来。”亚比亚他照他的吩咐做了。大卫求问上主：“我该不该去追击那些侵略者？我能追上他们吗？”上主回答：“你去追击，一定能追上，并且救回被掳的人。”于是大卫跟他的部下600人出发追赶，到了比梭西，有一部分人留在那里。大卫带着400人继续上路，其余的200人疲惫不堪，不能渡过比梭西，就留在后面。
大卫的部下在田野里发现一个埃及的男孩，就带他去见大卫。他们给他食物和水，也给他一些无花果饼和2串葡萄干。他吃了之后，力气恢复了，已经3天3夜没有吃喝。那大卫坚定自己依靠神哦，那所以他想到祷告，好，那他想到他有祭司，就是亚希米勒的儿子，好，那亚比亚他，好，那在他的正中，所以他也请亚比亚他祭司透过以弗得来向上帝求问，很关键的问题哦。好，那就是大卫想要报仇，好，但是他的部下已经哭到不行，或是他的部下已经大家的心都碎了，好，那这样的报仇有没有可能？所以大卫就求问上主耶和华，我追赶这群人是否追得上呢？好，那透过祭司的求问，好，那祭司的以弗得，好，那他得到上主的回应，你可以追，一定追得上，也一定救得回来。好，所以这等于是大卫的一个强心针啊。好，所以大卫就借着上帝给他的回应，好，就追赶。所以这大卫追赶呢，就是带着这600个人。所以这600个人并不是前面第6节说要用石头打死他的这些人，而是喜格拉的居民啊。那他们就出发追赶，好，所以其实他们已经去参加战役，那走了3天，去到亚佛集结，又走了3天回来，来到喜格拉，但是发现喜格拉被洗劫一空，好，所以这个已经过了6天的时间，好，那他们还没有休息，就马上出发又去追啊，那这次追是往南追，好，那所以他们就来到了比梭西啊。那比梭西它是一个旱溪，好，那在地图上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在加萨，好，那这条溪的可以一直连到别是巴，好，那喜格拉别是巴，好，那都在比梭西来汇流，然后流入地中海啊，但是它不是全年有水，好，那所以这个比梭西呢，好，就是大卫就从喜格拉好一路追赶，好，追赶到了比梭西。那还没有追到这群亚玛力人，却先遇到一个埃及这是比梭西旱溪的照片呢，好，所以也是在一个平原当中，沿海平原当中，好，要不断的去追赶这些掳掠他们的人。那这个在这里呢，好，甚至还提到说，他们因为到了比梭西，好，有一些人看到这里有河谷，那可能在这边就已经不累到不行，好，所以600个人有200个人疲乏，好，过不了溪，就留在这里会休息啊，好，那就让另外的400个人，好，想要去救回妻儿的人呢，就继续的往前了。那大卫遇到在这里呢，也过河没多久，就遇到一个埃及人，好，没有名字的埃及人，好，但是呢，大卫就接着跟他来对话，好，那我们再请牧宣带我们来读好第13节到16节。大卫问他：“你的主人是谁？你从哪里来？”他回答：“我是埃及人，一个亚玛力人的奴隶。我的主人3天前把我丢在这里，因为我生病。我们侵犯了犹大南部基利体的领土和加勒族的领土，也烧毁了喜格拉城。”大卫问他：“你愿不愿意带我去追赶那些侵略者？”他说：“如果你指着上帝的名答应不杀我，也不把我交给我的主人，我愿意带你去。”于是他带大卫去追赶他们。那些侵略者分散四处，又吃又喝，狂欢庆祝，因为他们从非利士和犹大掠夺过来的赃物很多。那大卫遇到一个关键的人物，是一个埃及人，就比亚玛力人在更南更西的地方哦。那这个埃及人也是被亚玛力人抓来当奴隶，但是他被这群亚玛力人抛弃，是因为他生病。那甚至他已经在这地方待了3天，因为3天前他在病中，他的主人亚玛力人那也参与了这个喜格拉掠夺的这个掠夺，所以就把这个生病的埃及人丢在比梭西的附近。
那他们这个埃及人也说他们就是侵略了基利提，好，那基利提呢就是在加特的附近，所以他们不仅先到喜格拉，还到北边的加特附近的基利提啊。好，那基利提呢，我们到撒母耳记下8章20章15章，好，那都会再提到这个地方哦。好，那但是不论是大卫的部下比拿雅好统治或是押沙龙，好，大卫被押沙龙追杀的时候，好也逃到了基利提。那还有就是约押跟基利提人呢，好，那他们都去追赶示巴，好，那这个是在我们撒母耳记下会继续看到这个基利提的这个地方。那所以他们这个透过这个埃及人知道说，他们是亚玛力人，他们来抢夺了基利提，还抢夺了喜格拉，还有加勒地的南方，那也火烧了喜格拉。所以大卫就从这个人说，你是否愿意带我们去？那所以大卫都会问关键的问题，那这个人的回应是，只要不杀他，只要不把他交回给他的主人，他就愿意啊。好，所以大卫就得到这个人的帮助。好，那接着再请牧宣带我们来读17到20节。第二天清早，大卫攻打他们，一直打到傍晚。敌方除了400个骑骆驼的年轻人跑掉外，没有一个跑掉。大卫夺回了亚玛力人抢走的一切，包括他2个妻子，没有一样东西丢掉。大卫救回所有部下的子女，夺回所有被亚玛力人抢去的财物，也取回所有羊群和牛群。他的部下赶着牲畜走在前面，说：“这些都是大卫的。”好，谢谢。那所以这个是一个神迹啊。好，那他们去参战，好，那一直往北走，要走到跟扫罗去交战，好，但是在路上突然又折回，好，折回之后发现家里被遭强盗抢劫，所以他们又不断的追赶，好，那所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当中，好，那就追上了亚玛力人，甚至呢就突袭他们，因为这群亚玛力人还在狂欢庆祝哦。那所以大卫的突袭呢，只有让400个骑骆驼的年轻人逃走之外，所有被掳走的财物，所有被掳走的家人，甚至连大卫的2个妻子，都救了回来。所以这就如同前面第8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的回应说：“你一定追得上，也一定救得回来。”所以大卫以信心，那相信，那又完成。那在这里提到说，大卫说不仅救回他自己的妻儿，甚至还把亚玛力人所有的这些也带了回来。所以其实不是亚玛力人所有，因为这个地方还包括了基利提的地方的牛羊，包括了加勒地的这些的牛羊，那这些他们所掠掳来的东西，所以变成是额外的战利品。那对于大卫跟他部下，所以他部下才会赶着这么大群的牲畜，说这些牲畜都是大卫的掠物啊，都是他属于大卫的战利品，所以也在宣告说，这些事都是成为大卫的财产。好，那接着再请牧宣他们来读21到25节。不久，大卫回到那200人那里，这些人疲惫的无法跟他一起去，留在比索溪旁。他们上前迎接大卫和他的部队，大卫也热切地问候他们。但有些跟大卫一起去的人是无赖和流氓，他们说：“这些人没有跟我们一起去，我们不要把夺回来的财物分给他们，让他们带着妻子儿女走吧。”可是大卫说：“弟兄们，我们不可这样子处理上主所赐给我们的，他保护我们，又使我们打败侵略者，谁都不能同意你们的话。所有的东西人人有份，守在后方的和上阵的应该平分。”大卫定下了这条例，这条例在以色列中一直被遵守着。
那当他们追上了亚玛力人，好，亚玛力人可能已经回到他们的区域或是安全范围，在那边庆祝，好，但是大卫突袭救回来，好，救回来，大卫要回去喜格拉，好，那喜格拉又要经过比梭西，好，那又经过那200个人，已经累到不行，在那休息的地方，好，但是他们这200个来迎接大卫，好，那大卫也热切的问候。但是这里提到说有一些恶人和无赖，或是无赖和流氓啊，好，那他们的到底有多恶呢？有多流氓？好，那他们说，因为这200个人没有跟我们一起去追赶亚玛力人，所以我们去攻打亚玛力人，一直从黎明到次日的晚上啊，我们花了很多的力气，而他们没有花力气，所以他们这些战利品呢，不要分给他们，就把他们应该是他们的妻子儿女还给他们，其他这一些的牛羊，那不能够给他们。好，到底亚玛力人的牛羊有多好？好，其实扫罗那时候也是来打过亚玛力，好，也是把亚玛力那些上好的牛羊给留下来。所以他们为了这一些的有价的东西，好，在那边来开始有点争执争吵。其实这些恶人或这些无赖也没有多坏，也没有多无赖，好，因为在民数记的31章，那还有在约书亚记的22章，好，那按照这个摩西的律法，他们在分配好这些产业，还有分配他们所得来的物品，好，那总是会这些在第一线的比较辛苦的分的比较多，所以这也是一个摩西所允许的事情，换句话说也是上帝所允许的事情。那多做的就多得，少做的就少得，好，那这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呢，大卫却在这边表现出他的意见啊。大卫23节，大卫说我念和合本，我的弟兄，耶和华所赐给我们的，你们不可这么做，因为神保佑了我们，把那群来攻击我们的人交在我们手里。24谁肯在这世上听你们呢？上阵的分得多少，留下看守物件的也分得多少，大家应当平分哦。所以在大卫的眼中，大卫他不认为这200个人在比梭西是在那边吃喝，在那边偷懒睡觉，他们是留下来看守他们的物件。那这400个人虽然很英勇，跟着大卫一路的冲，但是他们也是做他们该做的，所以大卫的意思就是说，大家都有功劳，大家不是只有前面的人才有功劳，所以甚至在撒母耳记还把这一个大卫的这段话跟大卫这个原则就定下来，所以说从那日起，大卫定此为以色列的律例典章，直到今日。所以意思就是说，把民数记里面的规矩，约书亚记里面的这些的规矩，好，那从大卫呢这一件事件呢，就变成了是这个以色列的国家，好，大家都要分享，大家都要均分哦。那也可以看出大卫为什么有这样的能耐，好，他能够在逃难的时候还能够接纳400个人，好，那这400个人呢是有欠债的，好，是有心里苦恼的，是有生活窘迫的，好，在那亚杜兰洞当中，大卫能够接纳他们，的确大卫的心胸是开阔的，甚至2次饶了扫罗的命，好，那这个大卫他也用这样的超越人性的心胸，好，来取得他人对他的这个尊敬哦。好，那最后再请穆轩带我们来读26到31节。大卫回到喜格拉底后，把掠夺来的财物分一部分给他的朋友，就是犹大的领袖们，同时带口信去说，这一点礼物是我们从上主的敌人那里掠夺来的。大卫送礼给伯特利的人，犹大南部拉末的人，亚提尔、亚罗尔、席莫、以实提莫、拉哈勒各城的人，也给耶拉灭族和基尼族各城的人，又给住在荷尔玛、哥拉山、亚达和希伯人各城的人。
大卫和他的部队都到过的地方，他都分赠礼物。那大卫他所得来的战利品呢，数量一定是不少，因为从这里讲到了13个地方，好，那他把这些多得的战利品，除了分给自己的600名的部下之外，好，那还能够再分到不同的地方，好，给他的朋友。好，那但是这里是写朋友，好，那这些朋友是犹大的领袖，那在和这个朋友的意思呢，是指同伴，甚至是指密友，亲密的朋友。所以这些地方呢，在前面几乎撒母耳记都还没有提到这些地方，或是大卫去过这些地方。但是呢，却发现，大卫除了被扫罗追杀，好，那他在各个地方还有这么多的朋友，好，那是很难想象。好，那而且这些朋友，和本说这些是领袖，好，那和本翻译是犹大的长老，好，那所以特别指明是犹大，好，因为就是大卫就是犹大支派。所以犹大在他的支派当中，好，那这些人跟他是有宗亲，好，那都是属于同一个支派。那这些人跟犹大对，跟大卫也有交往，好，甚至能够成为同伴，成为密友。所以大卫还把这些的礼物呢送给他的这些朋友们。好，那但是我们可以从撒母耳记下往下看，为什么大卫可以在撒母耳记下这么快就被犹大第2章受膏为犹大王？那也可能跟他现在做的这件事情有关系哦，就是他把从亚玛力人得到的，那自己的就自己留下来，但是多得的呢，他也没有全部占为己有，多得的呢，他跟他的部下600个部下全部分享之外，还有剩还有多，他又送到13个地方给他的这些的朋友们。好，那这一些分出去到底有多少？好，那数量这里是没有记哦。好，那大卫也带着这些口信说，这都是从神的仇敌那里夺来的。好，所以也没有多说。好，那但是就是说成为礼物啊。那相信这些大卫的朋友们，好，平白无故突然得到一群的礼物。好，那这些礼物到底是活的还是死的？应该都是活的，所以在运输上其实也很麻烦了。好，那这些地方到底涵盖什么地方呢？好，那可以对照这个地图啊。好，那伯特利是指这个南边的伯特利，好，那就是指这个神的家，就是当初雅各遇见神的地方。那南地的拉末，好，拉末呢在这个地图的更南边。好，那亚提尔，那在这个犹大地中。那亚罗尔，好，那在约书亚记，好，那叫亚大达，好，也在这附近。好，那这亚罗尔，好，那还有席莫，席莫呢找不到这个地方啊，好，但是席莫呢应该是指肥沃多产的。那还有以实提莫，以实提莫的意思就是我会出人头地啊，那这是利未人的城。那拉赫密是指交易，那也是在犹大地的地方。还有耶拉灭，前面有提过，大卫呢曾经就是骗了亚吉，那其实他就是去攻击说他有去攻打耶拉灭，其实耶拉灭里面就有他的好朋友住在那里，他没有去攻打。那基尼是在地图的更南边，在耶拉灭和这个基尼都在南边。好，也是大卫他当初骗亚吉说他要去攻打的地方，其实他没有去。还有荷尔玛庇护所，好，那是在犹大的南边。还有哥拉山，意思是烈焰的火炉。那其实是译本也翻成别是巴，哥拉山跟别是巴都在这附近。亚达是指集会所，好，那已经在北边，好，是在这个拉吉的附近呢。那还有就是希伯伦，意思是联合。那希伯伦也是后来大卫他登基被膏为王的地方啊。所以把这个事件跟撒母耳记下大卫被膏为王的事件我们可以连起来的话，好，那这样就可以知道大卫他也透过这一场的战争，他一开始是要去攻打扫罗，后来不用攻打，回来之后发现他的东西被抢光光了，那他非常的难过，
但是他却是用信心倚靠神来坚定自己的心啊。好，在最脆弱的时候要怎么样做出正确的决定？好，那他也借着祷告来求问神，所以来缔造了一个为他自己的将来人生开创一个新的高峰和新的一页。好，所以塞翁失马，好，焉知非福。好，那失去了，好，但是呢，好，不要可以失去财产，失去财物，但是不要失去对神的信心。那上帝会把这些被吞吃的，那甚至是加倍更多的来赐福或是奉还了。今天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大卫遭到亚玛力人的洗劫，甚至呢连喜格拉大卫所居住的百姓都来怨恨他，直接要来造反，用石头来打死他。那但是大卫在情急当中，他也很难过，但是他就只有依靠神，求告神，就如同在诗篇当中，大卫的每一个心境就是不离开神，所以他不放弃，到最后也看见扭转奇迹啊。好，那这600个人的跟随，变成400个人，但是大卫得胜，他均分战利品，他对于那些1/3没有一起完成到最后的，但是大卫心中没有埋怨或是怪罪他们，反而还是肯定他们，也有参与在这当中。那大卫也分享这些的战利品给他犹大的朋友们，进而能够兼顾关系，而这些战利品后来也成为帮助大卫登上人生另外一个高峰的一些的帮助和礼物哦。那虽然大卫不晓得在战争当中，就是非利士人跟以色列人战争当中发生什么事情，大卫也不晓得这个战役呢就成为扫罗他的这个最后的人生的终结战了，甚至很有可能就是大卫在追赶亚玛力的这个来来回回的路上呢，而扫罗就已经同时间就战死在这个基利波山，跟约拿单大卫的最好的朋友也战死在那个地方，大卫并不晓得，但是这是同时进行的事情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这段经文的记载，还有这样的故事事件的发生，让我们明白每一件事情不是只有在当下，而是上帝能够使那不可能的变为可能。因为上帝你是在旷野里面开道路，在沙漠当中开江河，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你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让我们把眼前或是我们个人生命当中不论所遭遇的困难，或是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或是这些棘手的这些繁杂的事件，主要我们都要学习大卫来依靠神，并且来借着信心来坚定自己的心，而不要害怕，不要恐惧，不要担忧，并且紧紧抓住上帝的应许，来奋力来全力以赴，相信上帝你所加添给我们的力量能够帮助我们来成就上帝所要成就的美事，也让我们看见这一些的苦难，这一些的灾祸，最终也能够在上帝的手中成为祝福。愿上帝你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献上我们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谢谢牧宣，谢谢大家，大家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牧师，谢谢平安，谢谢牧师，谢谢。